议员林明表示，过去细汉的时，拢有空袭的教育演练甲宣导，现在敢若拢无。不过因为两化情势紧张，议员指出，伊实际操作是伫警察局网站的防空片栏指引发现，但其所提供的片栏场所竟然拢是面体，质疑毋是应该伫大楼地下室。马进一步要求爱像台北设立 App 超前规划，万一发生战争，互市民知影如何伫上短时间找到安全的所在。因为咱台南市有啥？有机场，有港口，而且机场跟港口跟位在我们南区安平区，而且我们有一个便利的交通管呢。我们86也好，我们的这周边的一些交通的连结，我们都非常的方便。所以在整个地理环境底下，我们有看到我们台南区，我们的那么条件很特殊，我们在南区、安平区又必须要第一时间去面对，因为这些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所以，我们如何要未雨绸缪，启动？你认为呢？你提供的这些防空避难所资讯，你觉得建构的非常完整吗？第一点，在战争的时候。尤其在空袭的时候，网络一定瘫痪，所以你根本手机也好，网站也好，都没有办法去找。人的习惯的行为就是就近找掩蔽。那我一定劝告大家，第一个，不要找到公家机关，尤其是政府机关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攻击的目标。好，政府机关一定是攻击的目标，让你瘫痪掉嘛。军事设施一定是攻击的目标。机场、港口也是攻击的目标。除了这个东西，所以一般民宅它比较不会攻击。这说议员嘛关心安平离基国体海沙屋对103年到达一拖7档，希望早一天协助住户完成改建。对此，大桥表示，8月28已经有厂商发表，后续就是预约，希望9月达成共识来协助进行都市更新。咱的新闻，军事林根采访报道。